有一个真趣味的活动，就是讲啊，对南到北有70外间店，讲只要你去店内面啊买物件，也是讲你的母语，不管是这台语、客语，或者是原住民语，拢会这样打折咧较优惠的。安尼哦，安尼我要另个红来个迄个红菜头，安尼一杯，我要早顿去食。点一杯综合果汁讲台语巧克力，买物件讲台语就当拍折，这是全国头一摆举办的活动。明仔载开始连续1礼拜，自台湾头到台湾尾有70外间店安尼做。伊讲，要买饮料名称吼名，就会当拍九折。希望借着这个机会，互大家更加认同咱台湾这块土地。响应母语周讲母语的活动，唔拿这间饮料店，还有这间目镜行、这间收鞋店，优待偌济用点头决定。门口会带一张大纸，发起这个活动的台湾母语联名讲，推广母语就是按生活开始。互一般的顾客有迄个意愿要讲伊的母语，算一个起步，一个出发点，就慢慢谈。每年2月2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的世界母语日，目的是要保护母语，避免地球顶头大部分的语言来消失。推广母语联名，希望政府嘛爱搁较拍拼。国小的母语的这个教学爱正常化，母语的师资爱正常化，就是讲唔是用即卖嘅情形，即卖情形咱看是无理想。母语周讲母语联名希望提悬台湾各族群语言平等的地位，因为讲母语就是对文化认同的头一步。记者昆子郭正俊台北报道。